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7月24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竹棒球场开12亿改建，顶礼拜五暗时才呾举行中一个开幕赛，所传出场地有问题，地主球员受伤等等的情形。中华职棒市府也有球团做伙讨论了后，决定甲延缓比赛延期。另外8月份其他的比赛按算会换场地来举办。 球员伫球场做热身运动，为每一场的比赛做准备。不过，离才拄举办中职开幕赛新竹棒球场，却是连续传出这个场地无好，甚至造成球员受伤这种情况。没有缓冲的感觉，因为它上面是松松的，但是下去你扑下去的时候又是很硬。20年前、10几年前比，这个球场很差吗？它不很差。那这里因为草比较少嘛，有一些小石头嘛，所以它也铺了顶，就是定在那边。 新竹棒球场开12亿来改建，离重新启用了后，就民众反映，唔但场所有状况，要查某变数的门数倒倒并这情形发生。中华职棒甲市府以及球团讨论了后，8月比赛想要换场所来举行，另外24暗时的比赛也决定来延期。 才是对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昨天看到哲轩包扎回来，我就觉得这个场地还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每一家的球迷都不希望自己家的球员受伤，整体的氛围非常好，但是从细的地方再去看细一点，照顾我们球员。 球场出问题，拄到立陶园甲新竹市长选战的前市长林志坚甲副市长辛培宏也向大众来解释的。所有责难到我身上，在我的协调之下，大家已经有初步的共识，把球场的环境。 在做细节的改善。新竹市政府会跟球团一起面对这些缺失，把它给改善好。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竞争对手委员提出质疑，认为是新竹市府不可避免的责任。 从编列7亿的工程款一直追加到近12亿，花了那么多钱，却有如此多的缺失。门锁装反，还有包含像是这个反光条贴在内侧，市长、副市长也已经辞职，正在参选。那这2位要如何来扛责任？这我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球场改建的生意演变成多政治的攻防，新竹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球员甲球迷反映，继续改善各项较优的所在，提供予球员更加安全的比赛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陆军总监5六4里，第礼拜是伫屏东的三军基地准备演训，义务役的士兵专竹瑶，伫做战车整备的时阵，因为炮塔稳定系统过样，去互炮管焊着，不幸损失。 结果专案小组的调查显示，确实是有违反规定的情形，已经有做检讨，也若相关的干部嘛有记告甲调集来处分。却有未依规定派遣人员，严重违反保养纪律，致生重大意外，已检讨各层级负有领导及督检责任干部。 陆军发言人表示，国军伫去年10月颁布军事训练的规定，相比兵役、军事训练的役男，伫服役的期间，敢若会当做非高风险的工课。这个事件确实是无按规定派遣人员，也有违反保养的规定，造成重大意外。相关的干部除了做检讨、记告、调职，嘛会全力来配合屏东地检署的调查，来理清真相。所以咱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今麦咱国内疫情是持续转好，今仔日是新增加21460个本土病例，65个人死亡，确诊人数比昨天减4%。136个中重症内底有新增加2个 Miss-C 的个案，是一个2岁查甫囡仔，也有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拢伫5月底确诊，7月中出现 Miss-C 的症状。 2岁的男童，他没有慢性病史。5月22号的时候曾经确诊过新冠肺炎，7月13号开始又有发烧、呕吐，7月17号的时候到急诊就医，医师诊断怀疑是 Miss-C， 在7月23号的时候已经康复出院。16岁的女童，她没有慢性病史，去年的年中跟年底曾经接种过2剂的疫苗。5月30号曾经确诊过新冠病毒感染。 7月17号开始出现发烧、腹痛、食欲活力下降。7月21号到急诊，隔日因为这个症状持续的关系，转院到这个医学中心来继续检查治疗。罗义军表示，因为医师研判，这个16岁的患者，伊的症状主要是腹肚痛，无完全符合 Miss-C 诊断的标准，所以暂时无用百药救2杯，也有类固醇来治疗。即马病情算稳定。 目前这个医师的个案要是先做通报，列伫咧 Miss-C 的统计内底，
买手若是有确定，会是咱国年会上大密实施的个案。到目前为止，12岁以下儿童重症的累计有116例，也若13岁至18岁重症的累计有11例。接着咱来关心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几天咱台湾的温度卡袂到超过38度。今仔日本岛有18个县市拢显示是高温的灯号。花莲富观测站中昼12点20分的时阵，测到全台湾上高温40度点4度。也若邦桥的测站是测到39.4度，嘛创下这个站的新高。遮尔热的天气，有不少民众着沙。气象局甲医师都提醒民众，日头真猛的时阵，泡热的时间唔通伤久，避免造成热伤害。机车伫日头下当安定，结果举头一看，搁爱99秒。高雄凯旋4路甲101路交叉路口附近，因有轻轨经过，加上是几啊条路交叉的大路口，安定定定超过1分半，互民众拢希望会使减少秒数。有一点点。怎么说？有时候太阳热、太阳大的话，在那边等就是会蛮晒的。热天当安定，互骑机车甲行路的人伫要着沙。根据国健署统计，今年1月到今仔，全国热伤害人数已经有超过1079个人，其中以高雄158个人上侪，台中152个人第二。那其实热痉挛其实跟热衰竭是比较常见的。那一开始的时候，热痉挛可能会有肌肉的痉挛的现象，到进展到所谓的热衰竭的时候，病人会大量的冒汗，那你会觉得说口干舌燥或者是头晕。甚至会觉得说，尿的开始变少，那觉得说这个整个心悸的非常的厉害，这时候一定要立即离开这个温热的环境。医师提醒热伤害的症状，因为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几天全台湾气温动都超过38度。太平洋高压的时候呢，空气有沉降的作用，所以会比较热一点，然后比较没有云，太阳比较大，所以这个。直射的太阳这增加热度。高温估计要继续到27号，气象局提醒民众，上好避免无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外出嘛要防止晒日头、加啉水，并避免伫高温的环境晒伤久，以免着沙。记者高雄台北报道。即马当是休热的期间，加上有国民旅游的补助，不少民众拢去外岛佚佗。地处这个所在，水甲电是拢用了真凶，尤其是小琉球。本来到拜六礼拜时阵，就会有1万人去遐行搭。小琉球为顶礼拜开始，头一摆做分区供水。也若伫咧绿岛甲南屿，这个拜六礼拜回凉机的机船是全部拢客满，侪人伫嘛，互发电厂的发电量创下起电厂以来新高的纪录。晚回甘州的沙坡顶面，四个拢是来耍水、看风景的游客，对屏东东港坐船加来120分钟，交通真方便，加上各路的补助，小琉球这礼拜有2万人来佚佗，敢若坐机车有当时就要等至少1点钟。我们很多人来啊，我们10几个人来。衔接不上啊，是走不掉了，因为昨天急的还没有退房，还没有来还。衔接的问题啦，等多久？1、2个小时，安了。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几小时啊。游客坐无机车也是小可代志，因为岛上的民生用水是经由海底管线送水到当地四座配水池去放，真侪游客造成送水量不足来因应这用水量，互岛上头一摆执行平常时拜1到拜4分区来供水，民宿业者除了设法来因应，也希望政府有配套做法。所以到周四水压就是比较不稳定，那假日是没有，所以现在就是游客大量的涌进所以可能要希望政府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加大储水槽或者是加大一些那个水塔的一个配置。疫情较热，真侪民众来到各离岛佚佗，那小琉球供水无够，台东离岛也阁有南屿，拜六航班全部拢客满，游客多，用电量也增加，互2个所在发电厂发电量继续创下建厂以来上侪情形，惊供电袂堪的负担。台电除了调派更加侪人力，确保运转来正常，也提醒民众甲冷气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节电照顾到稳定供电。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这个体育的好消息。咱台湾羽球的选手周天成，今仔日甲日本21岁选手相战。周天成用61分钟，成功摕到伊伫咧台北羽球公开赛第4个冠军。另外，隔4年的时间，搁来参加台北羽球公开赛，咱国真出局的选手戴资颖，今仔日面对日本的对手，同款是连续赢2局，摕到伊个人第4个台北公开赛的头名，嘛足平这个比赛历史上的纪录。
现场观众一直加油欢呼，因为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离世在台北羽球公开赛总决赛拍头阵，男子单打冠军赛，甲日本选手奈良冈功打双方决战3局，以14比21、21比10、21比6逆转胜，拍败日本选手，如愿拿下这个比赛史上第4个冠军。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试探对方，然后做出战术跟技术的改变，然后最后我觉得他停得有点下滑，那我就趁这个机会把比数给拉开。台湾职工唔能安尼，所来登场是女子单打总决赛，台湾球后第主演对着日本的选手村上沙惠奈。首局开打，双方拢有输赢，无想到对手无遐好对付，连着5分来入边，加在第主演靠着多变的拍法，也个真大切球，以21比17、21比16得到哩拍败对手，拿下第4座冠军的奖杯。那我在打的时候会希望自己就是一样是失误不要这么多，然后他今天一开始下场的时候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所以我在打的时候也会有造成蛮大的压力。最后第2波4点比赛是男子双打总决赛，由王麒麟、李阳伟、林永培对着马来西亚选手万伟聪加陈凯文。后一局开打，比赛拢无啥进展，林永培胜负较多，以18比21先失去1局。第2局林永培展开明日的攻势，并且以21比11夺下1局，入边这比赛。决胜局马来西亚强势来反击，比赛尾点林永培挂网失分，最后以18比21摕到亚军。关键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太着急了，就是觉得机会球来了，太想要去得分，所以变成一些手上的失误又跑出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台北羽球公开赛隔3年今年才复赛，为期6天的赛程也在2时正式来落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选举的消息，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论文抄袭的争议，最近是一直受到在野党的批评。今仔日林智坚开记者会，除了甲规件代志自头至尾讲好明，嘛提出伊甲因指导教授陈明通讨论研究计划电子批，要来证明伊的清白。发想在先，研究大纲在先，研究设计的写作在先。连讲几日届家己是官创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为着论文抄袭风波出面，提出进前指导教授陈明通因过修改研究计划电子批，要证明家己才是资料提供者。2016年的2月1号研究计划版本当中，已经有了研究设计，也因此才有后续将我的资料还有论文大纲初稿提供给于先生来做参考。这是林智坚写的，老师给那个同学参考，在这里面陈明通所长有说明。虽望林智坚强调本身是资料提供者，不过介意论文真侪所在相同的有真实，对通过计划考试、论文考试的时间，拢伫伊头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有关批评，批示无法度完全证明论文的原创是真还是假。论文的写作从来不会是你跟老师之间的 email 就可以证明你的论文已经完成。讲了这么久，可是林智坚始终不敢去告于正煌，甚至不敢说于正煌是抄袭他的论文。我也正式向台大来检举于正煌涉及抄袭论文。王宏维表示，伊要看有甚时敢会出面捍卫家己的学历，嘛坚持林智坚的中华大学论文，无论伫倒一月份来完成，照特科管理局的标案合约，拢无法度改变侵权的事实。记者李金立台北采访报道。2022年台北市长的选战，即嘛是三卡赌的局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再去举行新册发表会。望伊家己是一个温暖、做代志、阁有境界的人。也让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下晡嘛发表伊的新册。另外，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今仔日是去参加健行的活动。都是去维护部长宣布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台北市长陈时中，靠一本的自传新册伫24日举行新册发表会。前副总统陈建仁也到场祝福，陈时中讲希望家己做到为日本路是一个有温暖、有魄力的人，引发外界联想。温暖的魄力了哈。那有的人就跟我讲说，那你得养紫色白狼了哈，就是讲。你写呢是讲有一个甲是要竞争者，一个是无魄力。
另外一个第四组，迄个是无温暖啦。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形成三卡都的局势，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礼拜拢参加北投的竞选活动，不过两人无伤做互动。对陈市长评论蒋万安无行政经验，蒋万安也回应表示，陈市长伫8年前也是支持这个无行政经验的郭文铁。有民选经验的民意代表，我们是真正能够体察民意、设身处地为民着想，所以要成为民选的市长，民选经验绝对比行政经验来得重要。另外，黄珊珊是伫下晡举行新册分享会，伊讲研究比2个月啊，无想要甲什么人比较问题，这是个人的心得分享。不管是在选举或不是在选举，都不应该用仇恨来制造对立。陈世宏部长也是独立的个体吧，我们也不会觉得他后面有民进党就觉得是头马车，不是吗？黄珊珊表示，每一个人拢是独立的个体，最好应该做代志。要选举，不管什么人拢家己负责，若做不好就换掉，家己安怎说明应该真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拢伫今仔日下午去庙会拜拜。针对昨昏国民党市议员周胜科两届跪落感谢侯友宜的代志，林佳龙认为讲，即嘛是民主时代，地方的建设原本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伊阁讲，新北市需要有交通专才的市长，毋是警察市长。因那侯友宜嘛提出伊反对的意见。甲庙方主委同齐比出加油手势。礼拜日透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带当地议员参选人同齐参拜南口的德林寺。对于前一天国民党市议员周胜科2摆跪落来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政绩，林佳龙认为，这伫民主时代是真罕见。地方建设原本就是政府应该做的，即马煞变成爱拜托作为政府官员爱反省。民意代表就这么激动的下跪，那我们真的以后会很紧张，因为这个是当然感恩的心是要有但不要用这样过于违反民主时代啦，不要去就是揽功那让这些议员都觉得这只是某一个人的恩赐。同款也是参拜行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来到三峡行首宫参拜关圣帝君。对林佳龙指出，新北现阶段需要的是有交通专才的市长，毋是警察市长。也不过侯友宜宣布，新北各项治安指标拢摕到好成绩。这几年我们也不断的增加警力，当然新北市的幅员辽阔，要承担更多的治安工作责任。所以这几年新北市的治安不但有大幅的进步。侯友宜表示，4年前选举无设主委的职位，是因为伊的主政费款是400万新北市民，上大靠山都是新北市民。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记者林佳龙竞选总部经副主委的职务，林佳龙过一摆澄清，两人已经约好，要到苏贞昌过去担任台北县长所知影的毕竟行行看看，想要拍破派系未下团圆。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达已经5个月啊！在联合国甲土耳其的协调之下，双方才达签署会当减轻全球粮食危机的协议。无到1天的时间，乌克兰乌海港口的城市都随有飞弹拍过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见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时阵，批评罗西亚的行为是无照品照行。因那土耳其国防部长讲，罗西亚军方这边是背回这届攻击的行动。乌克兰的消防员救到水线，正伫船顶拍火，因看到船顶的设施一直浸白烟。俄国战争满5个月，双方伫2日伫联合国甲土耳其协调之下，签落解除对乌海港口购物出口的封锁协议。无偌久，乌克兰的乌海港口城市敖德萨都互飞弹攻击。敖德萨州的州长搁伫社群网站表示，有港口的员工因此受伤。Оскільки випущені 4 ракети типу «Калібр» з акваторії Чорного моря були спрямовані саме в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І 2 з них було знищено, збито силами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2 влучили в об'єкти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самого порту. 因为事发当时，距离俄国双方才达签协议无够时间，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到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时阵，批评俄罗斯。Не пройшовши 24 годин, були нанесені удари саме по цих зернових терміналах, по територіям Одеси і порту. Росія, про що вона не говорила, що вона не обіцяла, вона буде
знаходити шляхи, як це не виконувати.乌克兰外交部伫个官方网站打出公告，表示俄罗斯的飞弹攻击是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家庭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面配喙烂。对此，土耳其国防部长感觉烦恼甲不安，不过伊嘛表示，向双方确认了后，俄罗斯否认攻击敖德萨，已经在做调查，伫土耳其当局嘛照协议去做协调工作。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场攻击，讲俄罗斯爱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加重负责任。国际新闻台是同编译。在台东县新生国小的美术班，学生毕业进前，甲已经用过无要爱的扑甲甲烤卷，做出2只独木舟，或者毕业生有一个真难忘的记忆。这家己用一学期，将小学2年的课本、考试单一张一张搭起来做成的插考船。台东县新生国小美术班2年的学生真欢喜。纸做的船也真正会当伫水顶飞，而且速度真紧。指导老师讲，美术班的学生有艺术的天分，也要互因会当将艺术运用伫生活中，而且也废物利用真环保。将学生的画图甲小学2年的学习记忆做成2只插考船，互因留落真深的小学回忆。然后每年都会淘汰很多本课本，学生也是。那我们把它留下来，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对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学到合作。船的外观也是带着学生画图的作品，有人画万家景物，有人画原住民都城，也有人画海龟。学生讲，想要到纸做的船，真正会当伫水顶走，有点不可思议。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美带出来，也是蛮开心的。这2只纸做的插考船，用就成张的纸加上防水材料，船身高度有5-6公分，比毛皮做的也较重。不过经过这摆的验证，纸船真正会当伫水上走，也互这场美术班的学生完成小学最后的一节课。记者综合报道。期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